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嘅經文係《申命記》第17章。呢一章嘅第一節就係上一章21、22節嘅延續，屬於神治政體裏邊嘅第二個主題，就係侍奉神。上一章講侍奉神係唔可以做木偶同埋柱像呢啲異教方式嚟敬拜神嘅。呢一章接着就講奉獻俾神嘅牛羊呢，係唔可以有殘疾或者惡病嘅，將人唔想要嘅嘢就獻俾神。送禮代表愛心同埋關係，愛對方就唔會送上一啲又殘又爛嘅嘢噶啦。另外咧，如果以色列人走去拜假神或者拜日頭、月亮、天象，呢啲人呢係要處死嘅。可見呢個人犯罪會影響整個群體。如果你唔處理呢，係會連累整個民族嘅。但處理嘅時候要好小心啊，一定要調查清楚，睇下係咪真有其事，而且需要有2-3個見證人。今日教會遇到呢啲事呢，都唔會話將人處死嘅，因為我哋處於恩典嘅時代。但原則都係一樣，教會如果有人離開真道而犯罪，假如唔加以制止呢，就會有更多人受影響噶啦。有啲教會變成新派啊，原因就係當初對偏離真道嘅事呢不加以制止，導致呢教會係變質嘅。第三個主題講到難判嘅案，就係要見呢個祭司利未人啦，按佢哋嘅指示判案。由於祭司利未人呢熟悉律法，佢哋嘅判詞就有權威啦。今日喺教會裏邊，牧師傳道亦都係有屬靈嘅權柄，懂得分辨異端同埋世俗嘅學說同埋主張。當社會上流行一啲主義係衝擊教會呢，好似譬如話墮胎啊、同性戀啊，教會嘅牧者就要高舉聖經，深信神有絕對嘅道德標準，按聖經嘅教導做判斷。弟兄姊妹就要接受咧牧者嘅判斷，拒絕世俗社會嘅歪理啦。第四個主題就係摩西預見將來以色列人會要求立王嘅。日後以色列人入咗迦南地，神就興起士師去治理佢哋。咁士師就唔係世襲嘅，神可以揀選合適嘅人呢去做士師嘅。但如果立王嘅話，王位就係世襲嘅，就唔能夠保證每一個君王都係好嘅。有見及此咧，摩西定一啲規矩嚟限制王嘅權力。第16節點解話只是王不可為自己加添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，為要加添他的馬匹，因為埃及有好多馬，而以色列人又容易對埃及有所留戀，唯恐馬多嘅時候呢，以色列人就會仿效埃及或者翻去埃及嗰度。神呢唔想以色列人走回頭路。另一個限制就係王唔可以為自己多立妃嬪，恐怕佢嘅心偏邪。呢個係第17節講嘅。咁後嚟所羅門王就喺呢一度咧違背咗呢個吩咐，而令到自己離開神啦。為咗防止君王失足咧，佢自己要一本嘅律法書，好好學習同埋謹守，咁樣國位先至會長久嘅。從呢段經文我哋見到咧，以色列嘅君王並非擁有無上嘅權力，而係需要服喺神嘅律法之下。今日嘅政府同埋政黨同埋佢領導人亦都冇絕對嘅權力，都需要服喺法律之下嘅。冇人可以置身喺法律之上，為官者就要守法，唔能夠知法犯法㗎。好，我哋祈禱。主啊，你話咧嗰啲做君王要自己有自己嘅律法書去睇嘅，去要讀出聲嘅，要咧謹守嘅，係要遵行嘅。主啊，我哋都要多多去讀你自己嘅話語，多多學習，多多遵守，以致我唔會心高氣傲，可以年長日久。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